这是咱咧强读上帝话，记载伫圣经约翰福音第2章第1节到11节。第3天，伫加利利的迦纳城，有人举行婚礼。耶稣的母亲伫迄个所在，耶稣甲伊的门徒也受邀请参加婚宴。第3节，酒啉尽了，耶稣的母亲甲伊讲，伊无酒安尼。耶稣讲，母亲，请莫勉强我做甚物。我的时刻也未有到呢。耶稣的母亲却吩咐找用的人，伊要爱恁做甚物，就照伊的话做。伫迄个所在有6口的石缸，是犹太人行洁净礼的时候咧用的。每一口石缸通抵水约100公升。耶稣对找用的人讲，甲水缸拢装满水，因就倒水入缸，直到迄个缸的口啊。耶稣佫讲，现在通养一寡出来，送互管宴社的，因就送去。第9节。管宴社的谈了迄个已经变成酒的水，毋知影即个酒是对倒落来。养水的找用的人却知影即个代志。对着安尼，就叫新郎来，对伊讲：别人拢是先上好酒，等人客啉够啊，才上普通的。你反倒甲上好的酒留到现在，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新约，是伫加利利的迦纳城行的。这个事显示了伊的荣耀，伊的门徒拢信了伊。今日咱的主任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耶稣的新约。第一讲迦纳的婚宴，请咱自行来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咱今日要开始进入另外一个主题的讲道，就是耶稣的新约。咱今日要来看耶稣所行的第一个新约，就是迦纳婚宴中间将水变做酒的新约。要领受上帝的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大的恩典。你用你的听吸引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要透过你的话语来投放阮。主，阮恳求你赏赐阮有属天的智慧，互阮会当明白你的话，也当将你的话实践伫阮的生活中间，来领受祝福。求主赐福保守看顾阮，阮静静听候你。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今早咱所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书记载耶稣所行的第一个新约。这个新约是发生伫加利利的迦纳城。迦纳是伫耶稣的故乡拿撒勒附近的一个小的庄社。当时阵，拄有一家人因咧举行婚礼。这个婚礼可能甲耶稣的家庭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咱看到耶稣的老母，毋单单是去参加，而且可能也有斗3天即宴社的筹备工作。当然，耶稣甲伊的门徒也受邀请参加即个婚宴。毋管安怎，这是一个真典型的犹太人的婚姻的宴社，是充满了欢乐的喜庆。所以有真侪这些亲人朋友拢受邀请来到这个婚宴中间，但是当大家拢欢喜快乐咧庆祝的时阵，突然间发生一件代志，就是这个宴会中间的酒啉了。咱来知影，这犹太地区甲咱台湾的地区真类似，就是伫宴会中间酒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酒是犹太文化甲因宗教信仰中间一个真重要的代志，袂当欠酒的物件。特别是伫这婚宴中间，如果这个酒的供应有欠缺，这对备办婚礼的人，特别是新郎甲新娘，这是真大的代志，真见效的代志啊！竟然讲大家拢欢迎大家来参加咱的婚礼，竟然咱的供应会无够所以咱会通知影，这个时阵伫咧管理这婚宴的人是偌尔烦恼。咱会当根据经文去推断，这个人有可能就是耶稣的老母玛利亚。所以伊想无办法，只好去找耶稣基督，来斗相共。伊就去对耶稣基督讲因无酒耶稣就对伊的老母回答讲：老母请莫勉强我做啥物，因为我的时也未到。这段咱看这段经文咱会感觉讲，耶稣可能对老母真无礼貌但是咱来明白就是讲，其实咱若看圣经中间，咱看起来耶稣甲伊的老母玛利亚其实有真亲密的关系。所以咱拄则所看到这个翻译是字面上的翻译，毋是迄语气顶面的翻译。其实耶稣的意思毋是无礼貌耶稣是对玛利亚讲一件代志，因为咱知影玛利亚要求耶稣基督帮忙。伫迄个无酒的中间，爱变出酒来，这是爱行一个新约。但是咱爱明白，新约其实是显明上帝气力的一个代志。这是弥赛亚工作的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咱爱知影弥赛亚的工作是天父上帝所安排，毋是人会当影响的。所以耶稣基督讲：莫勉强我做啥物，我的时也未到。但是咱嘛知影，耶稣犹原是体贴人的需要甲软弱的上帝，所以了伊也完成这个新约。所以咱看见着耶稣虽然对玛利亚讲即句话，玛利亚嘛对耶稣真有信心伊就吩咐罗伯讲：因爱你做啥物，就照伊的话去做。照圣经看伫遐讲，伫迄鼎斗内底有6口的这个石红石的红，这是犹太人行清气礼时阵所用的。一口的这石红大概当底水100公升。所以耶稣就对罗伯讲，将水红拢底满水，因就倒水入去这个红内底。接续耶稣讲，现在会当养者会出去，交互管宴社，因就送去。这管宴社是担着这送来的酒我讲哇，这是真好真好的酒，就叫这新郎来。因为照犹太人的惯例因拢是将迄个较好的酒放伫头前，因为人头去要清醒的时阵食这酒这酒的真好的酒会感觉口味真好，表示这主人真有诚意。到大家食较茫茫的时阵无法度分别好歹酒的好歹的时阵较送普通的出来伊直到尾较啉完叫伊讲，你竟然将这个好酒放伫路尾咱看见着耶稣行这个新约圣经记载讲，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新约，是加利利的迦纳社所行的。这个代志显示伊的荣耀，伊的门徒也因为安尼拢相信伊。好，咱对这新约来想一寡真重要的信息。首先，咱要注意的，这个新约是发生伫一场婚宴中间。咱知影婚姻上界重要的所在是在伫新人爱伫证人甲上帝面前立婚姻的誓约。若信仰呢？信仰嘛是信仰上界重要的所在是人甲上帝立约。所以婚姻其实甲咱的人生、甲咱的信仰有真大的关系。所以咱对这个角度来看咱能对这个婚宴中间所发生的新约来反省咱的信仰。咱能看见耶稣伫这个婚宴中间所扮演的角色、所做的代志，来受耶稣会当伫咱的信仰的历程中间扮演什么款的角色，来成就什么款的事。咱首先第一项来看
咱的人生，甲即个犹太人吼，因伫即喜宴中间咧，将酒摕出来的顺序其实是真相共。咱拄则讲过吼，伫犹太人的即个婚宴中间吼，一开始会将上介好的酒摕出来，对无？然后当即人客拢啉到茫茫的时阵，才摕普通的，最后所有的酒拢啉了。其实吼，咱的人生，咱看咱的人生嘛是安尼啦。咱伫少年的时阵，活力真丰富，拢有充沛的活力了。到中年，体力就变做普通；到年老的时阵，就衰弱了。咱的迄个甲人的关系嘛是相共。咱甲人的关系，有时阵当啉捌的时阵，交陪了，哇，就感觉真亲密。到一段时间，若无好好经营，就变做普通；若无继续联络，就变做消失。上界可怕是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上界可怕。就是讲，有时阵当信主的时阵，每一人拢做热情，对上帝做热情吼。若真热情去服侍，但是过一段时间了，若无好好经营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就可能变做平淡去，变做普通。到落尾就变做安怎？到落尾有可能拄着困难，也是讲咱真顺利的时阵，咱就将上帝忘记去了。咱甲人，咱甲上帝的关系，嘛会当亲像婚姻来比拼啊。有真侪恋爱的人嘛是安尼啊。当恋爱的时阵，长甘蜜甜对无？两个人真相挺，真火热。过无偌久了，结婚了，过一段时间了，逐工过一工，迄个感情就慢慢平淡去。到落尾甚至就消失，爱情变质去。即个犹太人伊婚宴摕酒出来的顺序有小可相共，所以咱甲人的关系，咱甲上帝关系，有可能是因为安尼来变化。而且即款的变化，常常拢是伫咱欢喜得意的时阵所产生的。亲像伫即场婚宴中间，新人甲遮个人客，因伫欢喜的中间，突然间危机就突然间来临。咱来明白信仰是一件真奇妙的事吼，因为信仰是一种关系。咱有时阵吼，咱感觉讲咱甲别人的关系无问题的时阵，危机就产生。你若常常想讲，你甲上帝无问题的时阵，我做信靠上帝，我拢逐礼拜来礼拜。你若将即个信仰变做形式化的时阵，迄个关系就出问题。常常是你感觉真平顺，平顺你就想要靠家己，迄个问题就出现，危机就出现。你就袂记即讲信仰的道路是爱不断努力甲维持的。就亲像咱今日所读的即段圣经，伫婚宴中间，大家伫欢喜的中间，酒啉了，酒用尽啊！即场婚礼就陷入一场的危机中间。所以大家会当想象讲，这是突然间就产生的一个危机。亲爱兄弟姊妹，伫咱生命的历程中间，咱敢有相款的经历？有时阵咱会拄着一寡困难，产生一寡危机。亲像这婚宴中间，酒啉了，你煞毋知要安怎做。常常有一寡人拄着这危机的时阵，就怨天怨地啦，陷入一种困扰中间。伊一直想讲，为虾米？咱拄着困难的时阵，咱拢想讲为虾米？为虾米是我？为虾米毋是别人？为虾米遮尔一个人会害我拄着即款的问题？亲像即个主办宴会的人，伊可能有真侪理由会当问为虾米？为虾米人来遐尼济？为虾米大家遐尼熬啉？为虾米准备了遐尼少？遮问为虾米拢无法度解决遮个问题。所以当你拄着你生活中间的问题，牧师毋知你即摆拄着的问题是安怎？有可能是你经济出了问题，你的工作出问题，你的关系出问题，
你的婚姻出问题，你甲你的亲人朋友中间出问题，或者是你失去某一个心爱的人，还是失去某一个心爱的代志。无论安尼，无论安怎，当咱拄着这问题的时阵，你袂当一直问讲为虾米？为虾米？反倒当你爱想讲，我安怎对这个危机中间来走出来？我伫这危机中间，到底有虾米人会当帮助我？有虾米人有能力会当帮助我度过这款的危机？互危机会当变做转机啦。这是咱拄着困难、拄着危机的时阵，应该爱想的一件事。所以咱看见着，今仔咱圣经中间所记载这个危机，毋简单互危机拄着转机哦，因嘛经历一个新历，就是从危机到转机，从转机到神机啊。所以咱看见着，今仔这个新历其实有3个真重要的要素。所以当咱拄着人生中间的困境的时阵，咱来学习这3项真重要的要素，互咱也会当对危机会当变成做转机，对转机去体验着新历。体验新历的第一项，就是咱爱邀请耶稣。咱讲改变这个新历上介大的关键，就是耶稣。所以经文中间，咱看见着耶稣甲伊的门徒也受邀请来参加婚宴。所以伫这场宴会中间，好佳在主人有邀请耶稣，因为有耶稣，互这个危机会当得到解决。所以伫咱的人生过程中间，咱会邀请真侪人进入咱的生命来，但是请大家毋通袂记住，咱一定爱邀请耶稣。咱来明白，咱的上帝毋是一个勉强人的上帝，伊当然真疼咱，但是伊袂强行介入咱的生命中间。但是如果咱若拍开咱的心门，互耶稣来到咱的心中，咱自然而然会当领受对耶稣遐来开力。我相信今日坐伫遮真侪兄弟姊妹，咱真侪人的生命中间嘛，因为咱邀请耶稣来到咱的生命，咱的生命得到真大真大的帮助，去体验上帝所大互咱的开力。毋单单是邀请耶稣，咱再来看第2项，咱毋单单是邀请耶稣进入咱的生命中间，咱该顺服伊，互伊做主，才做咱生命的主。咱看见着咱拄则中间的经文中间，耶稣的老母对罗伯讲，伊爱恁做啥物，你着照伊的话安尼做。这点非常关键哦，因为有真侪人邀请耶稣进入伊的生命，但是伊犹原想要照家己的想法，照家己的方式去活，直到伊真困难经历着上帝所带予伊的快乐甲改变。咱看见着这个家庭的罗伯，耶稣的老母交代伊讲，伊爱你做啥物，你着照伊安尼做。这罗伯着真正照玛利亚交代因的，耶稣叫伊做啥物货，叫伊将遐石甕来灌水灌好满，因无任何问题啦，因无问讲为虾米爱安尼做，因就是照安尼做。咱来理解这段经文哦，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新历。意思是讲，耶稣进前也毋捌行新历伫众人的面前哦。所以这阵的人，伊毋捌看过，毋知耶稣的能力，但是因犹原愿意顺服耶稣的话去做。因无问讲我倒这要创啥？佫倒了，佫叫我养出来，佫叫我送去互管宴社。因无安尼疑问，因就是完完全全照耶稣基督的交代安尼做。所以，亲爱的姊妹，当咱邀请耶稣进入咱的生命了，咱也爱顺服耶稣，照耶稣的交代，照耶稣的命令去做，咱就当领受福气。咱看见着耶稣甲伊的门徒第一遍见面的时阵，耶稣拄着西门彼得，因拄伫遐咧野戏，所以耶稣就起立伊的船顶，叫伊将船
各开离这岸边一段距离，然后耶稣就伫遐教训遮对遮岸边的人讲道，讲道煞了，耶稣对西门彼得讲，将船驶去最深的所在，然后你甲你的同伴拍网掠去。西门拢来应讲，先生啊，阮规暝拢着无，但是犹原无掠着啥物。但是既然你安尼讲，阮就拍网。咱明白这是耶稣甲伊的门徒打见面的，伊嘛毋知因的，毋知耶稣的能力。耶稣是一个做肉的，西门是一个老练的掠鱼的，一个掠鱼的去听一个做肉的讲爱安怎去掠鱼。咱今日想起来，这无合伫咱的理性嘛。但是彼得讲，既然你安尼讲，阮就拍网。所以因就照耶稣基督的指示拍网。结果呐，圣经记载讲，因掠着一大阵的鱼网差点破去。佮叫同伴来，两只船仔拢底满鱼。所以彼得无任何犹豫，伊就是顺服耶稣基督的话。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检查你的生命，也无经历过主耶稣基督，你也无去经历着新掠，但是你够愿意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然后顺服伫伊的教示甲吩咐。我是相信安尼，如果你若愿意安尼做，绝对会当互你的生命得到真大真大的福气。然后咱看见着。经历新掠的第三项，就是当一个人邀请耶稣，佮愿意顺服伊的本质，伊生命的本质会得到改变。咱看去经文中间，安尼记载讲，迄个所在有六口的石甕吼，这是犹太人行清气礼的时阵用的。因为犹太人根据律法食饭进前爱洗手，吼，这是律法规定的，毋是为着卫生的缘故，是爱照律法安尼做。所以这是清气的律法所爱备办的这个石甕，内底爱滴水，互因食饭进前会当洗手。但是咱也真清楚，清气的律法只会当清气一人的外表。所以约翰福音书的作者特别伫遮吼，伊讲是六项吼。咱知影犹太人因的传统吼，六毋是完全数，偌济是完全数？7嘛，表示讲。律法只会当洁净你的外表，无法度洁净你的心，本质无改变，人迄个罪性无改变。但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能力，是互人的本质改变，是会当互水变成做酒，毋是物理性的改变，是化学性的改变，是完全本质性的改变。所以咱看见着耶稣基督所带来即款的稳定。会带互人生命真真正正的改变，是对水变成做酒。咱看见着圣经中间有一个人叫做撒该，撒该原本是一个抽象的，哇！伊这是犹太人真讨厌，因为这抽象就是帮赞这个殖民帝国罗马帝国咧迫害犹太人。所以大家拢真讨厌这个撒该，伊真有钱，但是人生得矮矮啊。伊知影耶稣要来到伊的城，伊住的城叫耶利哥，所以伊真欢喜，想讲要去听耶稣讲话。人矮无法度听，只好爬去你树仔顶听。耶稣看到伊叫落来，撒该落来，今日我要去恁兜，做人客。所以撒该就欢迎邀请耶稣去到伊的厝。当然，咱也明白，耶稣的确有伫伊的厝内底传讲信息，一寡吩咐伊、教示伊的话。然后咱看见着圣经中间讲撒该改变，撒该讲伊要将伊的财产的一半分互送养人。伊过去若有去人歪过的，去人欺骗的，伊要赔人4倍。对一个贪婪的人，变成做一个慷慨的人；对一个生命原本在互人感觉真无好的人，本质完完全全改变，成做一个祝福别人的人。所以，亲爱兄弟姊妹，
圣经中间安尼记载，互咱明白，每一个邀请耶稣基督，然后遵守耶稣基督教示的人，伊的生命本质会当得到完完全全的改变。咱看记着保罗先生嘛是安尼，伊邀请耶稣进入伊的生命中间，当然上帝主动介入伊的生命，然后透过伊认捌耶稣基督了，生命完完全全改变。即款的改变吼，毋是简单家己领受福气，亲像今仔咱看到即个新娘，水变做酒，会当舀出来甲别人分享，是会当做分享，会当做见证。所以咱明白就是讲，即款的生命是偌尔啊丰盛啊。如果一个人邀请耶稣，顺服耶稣，伊本质改变了，伊会当透过伊的生命的见证，带予真侪人真大真大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看见着今仔日即段经文的尾后，伊安尼讲，讲即件代志显示了伊的荣耀，伊的门徒拢相信伊。互咱明白一个新业的发生，毋是要满足咱家己吼，咱食啉够野啊，快快乐乐安尼就好啊。新业的发生毋是互一个人破病得到医治，新业的发生毋是互咱看见着真济奇妙的事发生尔。新业技术的上界重要，是要显明上帝荣耀，而且互人会当相信上帝。所以新业上界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恢复人甲上帝中间的关系。这以后牧师咧讲耶稣基督的新业，我一再提起。新业技术上界重要的目的，是要恢复人甲上帝的关系，互人会当将荣耀归乎上帝。这是咱来学习的。然后当咱生命中间经历着上帝所带予咱的新业，咱真知耶稣基督是值得咱信靠的上帝。亲爱的兄弟姊妹，咱拄则有讲过，犹太人的婚礼，这酒出来的方式是对上好、到普通、到用尽。咱的人生、咱的体力，是对真丰盛、到普通、到衰败。但是咱的人生敢真正爱对迄个上界好、上界灿烂的青春变成做乌白，然后变成做消失？你敢愿意接受即款的命运？咱当然无愿意嘛。所以你爱做一个翻转你人生的决定，就是你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拍开咱的心，邀请耶稣进入咱的生命，佮顺服伫耶稣基督的教示。我相信咱每一个安尼做的人，拢会当经历上帝要伫咱生命中间所带来真大真大的祝福。伊要互咱的生命对平淡的水变成做甘甜的酒。如果你若会当做即款的决定，上帝要大大透过安尼来祝福你。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大的恩典，阮感谢你透过你的话来透帮阮，来祝福阮，互阮毋简单领受你的话，也当互你的话伫阮的中间来动工运行，改变阮的生命。求主赐福保守看顾阮，互阮平淡的生命会成做甘甜丰盛的生命。求主赐福互阮，也互阮透过改变的生命，会当祝福更较侪人。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